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返到嚟我嘅 channel。點解用完遮瑕膏眼紋反而明顯咗，淚溝眼袋更加突出？買咗好多嘅遮瑕膏，睇咗好多嘅教學，試咗唔同嘅方法，但係每一次遮眼底反而又乾又卡粉，唔化好過化。好多人以為自己遮瑕技巧差，但真正嘅問題可能第一步已經錯。今日呢條片我會由最容易俾人忽略嘅眼部護理開始講起，教你點揀產品，點樣做好妝前準備，之後再一步步示範眼紋應該點樣遮，黑眼圈點樣修飾，最難搞嘅淚溝都教埋你。唔單止講點做，仲要講解點解咁樣做。當你明白咗背後嘅原理，唔需要不停咁樣去買，都可以真正改善到眼下妝感。事不宜遲啦，我哋開始啦。好，首先我哋由妝前開始，因為如果第一步已經做錯，之後用幾貴嘅遮瑕膏都救唔返。一聽到眼底好乾，咪會諗搽啲潤啲嘅咯。但係正正呢一步就係最多人跌入嘅陷阱。好多人以為遮黑眼圈要用啲好潤嘅眼霜，眼部嘅皮膚其實係好薄嘅，流失水分亦都係好快。當你搽啲比較潤嘅眼霜，然後疊加遮瑕又搽埋碎粉，咁多嘅堆疊絕對係會增加眼底嘅負擔。當呢啲產品發揮佢嘅功能之後再散走，殘留咗個粉，冇咗支撐力就會裂開。呢個就係出紋卡粉嘅根源啦。咁妝前應該揀咩產品好？其實原則好簡單，妝前護理必須要揀保濕為主同埋質地輕盈嘅產品，盡量要避開一啲好結身嘅產品，而一啲有明顯黏度同埋會成膜嘅產品都要避開。呢一類嘅產品膠質會導致之後上嘅遮瑕膏會移位同埋出擦膠碎。呢一類型嘅產品佢嘅含油量比較高，分子亦都比較大，唔適合再疊加底妝。而呢一類功能性嘅眼霜，我哋都會用，但係會留喺夜晚又或者唔化妝嘅時候先至用。今日我會用嘅就係呢一支精華，全面搽完眼部上多一層，確保佢有足夠嘅保濕。上乳液嘅時候，眼底只係用尾指，剩低極少量嘅乳液，輕輕帶過，感覺要好似想抹走多餘水分嘅嗰種乾爽感。妝前做好之後，下一個最影響妝感嘅，其實就係工具。同一支遮瑕膏用唔同嘅工具，效果都可以爭好遠。首先係粉撲，一般蛋形嘅粉撲係咁大，而體積比較細嘅粉撲就好適合用於眼底，用於一啲細節嘅貼合，確保產品同肌膚細紋嘅融合。至於上遮瑕，我就會用呢三類型嘅掃，一種係扁平細掃，有彈性但係唔硬，專攻膏狀嘅遮瑕膏，橫向鋪平處理黑眼圈；另一種係圓形斜角掃。CT 呢一支掃係兩頭，大呢邊用於面部，細頭呢一邊就適合眼底用，將產品大面積擴散，令遮瑕同原本膚色自然融合。用呢一類型嘅掃有機會會留低掃痕嘅，所以可以再用粉撲去按壓。第三支係超微細筆，佢嘅寬度係同瞳孔差唔多細，好有彈性同支撐力，專攻眼袋下邊嘅陰影線，精準咁樣去填補眼袋下邊嘅凹陷。最後就係手指，其實手指都係一個唔錯嘅工具，因為佢有溫度，可以將遮瑕膏融和，提升貼服度。但係手指要夠暖，如果長期冰凍嘅話，就達唔到嗰個效果。另外手指都容易有手紋，所以都係要用粉撲印貼。工具準備好之後，下一步最重要嘅就係遮瑕膏。今日我用嘅遮瑕係呢一盒 KP 魔法亮眼遮瑕組合，呢個牌子係好多專業化妝師都會用嘅，佢好濕潤，好適合眼底好乾嘅人，佢遮瑕效果亦都好好，所以好適合攞嚟遮黑眼圈。乳霜嘅質地延展性好好，油量適中，好容易搽嘅，做一啲表情嘅時候都唔會咁易裂開，係好貼。一盒兩色，三文魚修飾色素問題，黃色可以做提亮，兩色混合就係皮膚遮瑕色，可以精準咁處理黑眼圈唔同嘅問題。用嘅時候1比1混合，溝成最接近自己嘅膚色，又或者比膚色淺半度都可以。搽遮瑕嘅時候唔可以直接搽喺啲紋上面，正確嘅做法就係上喺眼珠下邊，前同後各一點，盡量避開眼紋嘅位置，用粉撲印開呢3點。而家嘅粉撲上面剩翻少量嘅遮瑕，再印落去啲紋度，紋上面嘅粉量就係最少，可以有效咁樣去防止因為厚而卡粉嘅問題，要確保佢趴得好實。
呢款遮瑕膏唔會好稀，唔會好結，係一個好經典嘅乳霜狀遮瑕膏，輕輕就可以撫平到啲紋。對於一啲唔想個妝望落去好乾，呢款遮瑕膏嘅貼合度就好好啦。當然眼紋唔會因為遮瑕而消失，但係皮膚望落去冇咁乾，而呢種嘅做法亦都唔會令到遮瑕膏只係鋪喺個表面度，造成條紋好似黏咗入去，而且佢帶有微微嘅光澤，所以望落去係冇咁乾嘅。不過到呢一步都未完成，如果你想啲紋睇落去冇咁明顯，就需要用到蜜粉。今日要推介嘅就係 Laura Mercier 呢一盒亮眼較色蜜粉。市面上專為定眼妝嘅蜜粉真係好少，佢做到個粉質真係好幼細，佢有椰子潤碎同埋甘油，定妝之後唔會有一般蜜粉咁乾。蜜粉唔單止攞嚟定妝，有紋理、凹或者凸嘅位置，蜜粉可以令到佢哋變啞光，一啲唔均勻嘅地方會變得平靜啲，冇咁明顯。眼底完成之後，長時間戴妝，有機會眼底會顯得乾，呢個時候就可以預備定一支保濕噴霧，輕輕按壓，等佢乾晒，令到眼底有翻光澤。但係唔會令到底妝溶開又或者滑落啊，之後再補翻氣墊，所以眼底好容易好乾，就可以隨身攜帶定呢一類型嘅產品，比不停補粉更加有效。講完眼紋，最後一個好多人問嘅就係眼底凹陷。對於眼周有凹陷問題，呢盒遮瑕膏就有一個好好嘅提亮效果，所以好適合攞嚟修飾眼底凹陷。如果眼底凹陷係比較嚴重，同時眼底又偏乾，用一般嘅提亮粉，佢好快就會變得好乾，之後就會出現一笪嘅白卡粉。做表情嘅時候，啲紋理會更加明顯。所以呢一類型嘅眼底問題，我反而會揀啲保濕度高啲、帶自然光澤嘅遮瑕去處理。處理呢一類型嘅眼底問題，首先遮瑕要同粉底色接近，太白會令到眼袋更加突，再用提亮色又會淺多一度，成個眼底就會變咗灰㗎啦。所以要用膚色嘅遮瑕膏上咗一層先。而用提亮色要淺多一度，用手攞少少嘅遮瑕膏喺手背上調整咗用量先，少量就夠啦。微笑嘅時候凹陷位更加明顯，薄薄加一層上去，少量多次去加。手上面仲有遮瑕膏掃開邊界，凸嘅位就會越光，咪會顯得更加凸咯。所以用紙巾抹走多餘嘅遮瑕膏，又或者用一支乾淨嘅掃去處理呢啲嘅邊界，順住皮膚嘅紋理向下印貼。咁記住突出嚟嘅位置唔好再加提亮，呢個細節位就要注意啦。如果你本身眼底係比較乾，又有眼紋、淚溝同埋黑眼圈嘅問題，就可以試一試呢盒嘅遮瑕膏。而家買遮瑕膏仲會送埋玫瑰噴霧，送完即止㗎。最後想同大家講，喺正常嘅社交距離之下，追求視覺嘅平整，其實比物理填平會更加自然。當你明白到唔同眼底問題嘅成因，再配合適合嘅妝前護理產品同埋技巧，其實眼底已經可以改善咗好多。希望今日嘅分享能夠令到大家學到少少嘅技巧。中意影片嘅內容可以俾個 like 我，留言訂閱我嘅 channel， 亦都可以 follow 埋我嘅 IG， 有其他嘅教學短片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